撞車碰瓷黨行為令人髮指，車輛冇碰撞，車主隔空受傷，索取巨額賠償。不過碰瓷黨唔止出現喺馬路，連按摩店都有啊！從頭到尾，我1分錢沒收到他，我倒給他3000塊錢，他還不滿足，還要去申請法律援助來告我，要我賠10幾萬。陳女士口中嘅他就係羅女士，係朋友嘅朋友。陳女士視佢為知己，仲同佢推拿按摩，點知就此惹禍，而兩個人嘅緣分就從飲茶開始。最早我認識是阿麗，我們都是認識好多年了，每天都同阿麗一起喝茶。羅小姐也間唔中也來喝茶，那我們這樣就認識了。直到2024年10月，羅女士話肩頸酸痛，經營按摩店多年嘅陳女士，於是幫對方做咗次背部推拿，收費220蚊，仲免費加送拔罐服務。陳女士仲話當時羅女士讚佢手勢唔錯，說還開心了，送咗點了，走的時候他還獎勵我一個水果給我吃。可能見效果唔錯，羅女士隔日再光顧多次，仲買埋10次推拿送1次嘅套票，成為2000幾蚊。不過按摩完之後，羅女士就開始投訴啦。她說那個頸部這條筋就是耳朵下面一直到頭頂那條筋痛，她就說啊，你把我這裡拔痛了什麼什麼的，我知道不是我整痛的，她是這條筋痛，她這條筋痛我都沒碰到這條筋。羅女士突然指控陳女士拔罐將佢整傷，但明明拔罐係前一日做，如果嗰陣受傷，點解第2日再嚟做推拿呢？陳女士諗極都諗唔明，佢覺得自己好無辜。這個屬於一個真空管，屬於一個工具來的，小孩子都會拔這個，就是肌肉緊啊，用這個可以吸一下呢，那個肌肉都可以放鬆。就是熟客有些肌肉緊的才幫他做一下，我都沒有收過錢。但係羅女士講到自己好痛，陳女士於是問阿麗意見。阿麗說：你把按摩錢退給他，再多給一點給他，可能他就不會找你麻煩了。退咗一個5500，就是有個第一次按一帕收了220塊錢，那第2次來就買了個套票，10帕送1帕，就2280。另外不是給了3000塊錢嗎？就5500。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陳女士諗住退錢息事寧人，不過羅女士一連串嘅動作先至開始。首先入院做檢查，他就說買菜都提不起啊，沒人幫我買啊，你是不是該請個人給我照顧他什麼的？我說我去幫你買菜吧，你要不要買菜？我幫你去買菜。然後說好，那我去給他買啲菜，送到家裡他就說了，你看嘛，我在馬地醫院去照了片，醫生說是三叉神經痛。咁佢個位咧就差唔多啱啱喺你個耳裏邊就有個神經結，然後佢又分3條神經出嚟嘅，咁所以叫三叉咯。好容易嘅就係你一咁擺落去咧，就差唔多係嗰3條神經噶啦。會有三叉神經痛嗰啲朋友咧，嗰啲咧可以係啲幾劇烈嘅痛嚇，係通常形容嘅就係突然間好似射電咁樣樣。後來陳女士更加收到一個周姓律師事務所來信，內容係羅女士要求索償，金額高達19萬。他說那些我拔罐引起他三叉神經痛，什麼什麼要我賠償，看醫生啦，買那些保健品啦，還有休息的時間啦，精神手術費他就算了10幾萬，所以一共加起都19萬。對方向羅女士索償清單中包括保健品，對照翻之前撞車碰瓷黨嘅索償項目，兩者同樣包括保健品，究竟係真實需要，定係背後有人巧立名目，有待查證。再睇翻羅女士嘅就診記錄，佢自稱肩頸痛同上肢冇力，但檢查結果就顯示4肢肌力正常，而面部左邊三叉神經區域感覺減退。但係三叉神經痛同拔罐有冇關聯呢？西醫嘅角度，因為呢個係腦神經嚟嘅，就其實就我哋除非你拔罐拔到上嚟呢度啦，如果你係下面膊頭啊背嗰啲咧，喺西醫學解剖學我哋就解唔到嗰啲神經點樣係可以令到三叉神經係會有問題嘅。陳女士懷疑羅女士之所以要求巨額賠償，全因經濟狀況出現問題。他2023年去內地投資一隻股票上市的那種，他說的投資60萬，
啊，还差3000块钱都要上市了，又拉我们去投资，我都没去投资，我说我没钱。2024年跟那朋友喝茶，听说他那个投资那个已经失败了，钱拿不回了60萬。在深圳投資虧了錢，所以又來設個局嚟騙我，嚟敲詐我的錢。睇翻按摩店嘅價目表，並冇拔罐呢項服務，而陳女士本身亦並冇相關牌照嘅資格證明。因為他想敲詐我的錢嘛，他一直要咬到拔罐這件事情來說做事情嘛，做文章嘛。其實拔罐係針灸嘅其中一種模式嚟嘅，用一個器具又好，無論你係玻璃又好，用任何物料都好啦。呢一種咁嘅器具嘅方式去進行一個治療咧，喺法律上咧係屬於一個用中醫嘅方式去行醫嘅。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除非你有中醫牌啦，否則咧你就係無牌行醫㗎啦。我哋同時向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查詢，究竟拔罐係咪需要持註冊中醫牌照呢？回覆指要判斷有冇以中醫方式行醫而定。所謂中醫方式行醫，即係治療、預防或者舒緩任何疾病或任何疾病症狀。但係陳女士一冇診斷，二冇收錢，只係諗住用拔罐幫羅女士放鬆下肌肉，似乎屬於灰色地帶。我哋嘗試聯絡羅女士，睇下佢嘅傷勢如何，但係喂，你好，你已經喺54。佢熄咗電話嘅。如果羅女士真係因拔罐所傷，賠償無可厚非。但係一次拔罐係咪會令身體出現一連串嘅問題呢？係咪要19萬巨額賠償呢？陳女士滿腦疑問。現在感受就是壓力好大，我天天都睡不着覺，心裡很擔心。今日咧，我哋亦都收到呢件事嘅最新消息啊！咁啊，羅女士嘅代表律師咧，而家就將個賠償金額下調到係8萬嘅，你哋覺得合唔合理呢？